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東東啊，今日嚟到十里銀灘新奇嘅海鮮市場呢度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度嘅人流啊、車流啊非常之多啊。最近呢度開咗間蜜雪冰城啊，嗰啲豆芽味零食啊、火鍋店啊、嗰啲菜館啊、海鮮飯店啊非常之多啊。今日呢，同大家唔係介紹嗰個配套嘅，最主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海悅灣有一間單位呢。67個積，超級靚裝修嘅，保養100%冇問題，非常之好嘅，可以拎包入住，可以睇到小區園林啊，同埋可以睇到海景嘅，價錢非常之平，20幾萬啊，同埋咧呢間單位咧業主咧都係做咗定制櫃，同埋咧全屋嘅家私家電直接全贈送嘅，拎包入住，保養非常之好，同埋咧呢個小區非常之方便。你可以直接坐京橋巴士到小區屋苑門口落車，行到屋苑咧都唔使100米啊！消費非常之平，同埋咧呢度咧都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喺呢度同聲同氣，生活啊、食嘢啊、買嘢啊都非常之方便啊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跟住我嘅鏡頭睇落去啦。哇！企住呢個騎樓，感覺睇睇小區嘅園林環境真係非常唔錯啊！大家可以感受下，左手邊望出去可以睇到海景，右手邊呢條路落去，直行右轉呢，就嗰個愛琴海，就係嗰個新奇嗰個交通中心啊、美食街啊、海鮮市場啊，樓下就小區園林。呢個景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環境。同埋呢個騎樓咧，其實都唔細啊！大家可以睇到67個積做到咁樣嘅騎樓啊！呢間單位咧保養非常之唔錯啊！大家可以感受下睇睇呢個咩感覺咧？就係呢個業主咧，我問咗佢，佢係自己重新整過嗰個牆面啊，同埋呢個單位嘅主局咧都係以公主房嚟感覺嚟做嘅啊！業主講過啦，呢啲花。呢啲擺設嘅有啲花，同埋嗰個私人物品可以攞走，其他嘅家私家電咧都係送翻俾你啊，都係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呢間單位大家可以感受下，呢個廳咧其實都唔細，呢個廳開間差唔多有3米2，同埋入門呢個位置咧做咗一排嗰個定制嘅櫃，睇上去覺得就俾分可以俾到80分啊！如果開發商交標嗰啲咧就非常簡單啦，84297係咪？同埋呢個業主擺咗個細細地嘅4人位，但呢個台咧可以拆嘅，我有問過業主啊，仲埋呢度咧佢度做咗嗰個一排櫃，連埋嗰啲電視嘅一齊嘅，同埋單啊都係換過嘅，大家可以睇得到。呢間單位咧就係可以拎包入住。但價錢咧比其他嘅嗰啲同戶型嘅可能就貴幾萬蚊咯。呢間單位咧目前嘅價錢係27萬8啊！但如果呢個同戶型咧，目前嘅賣咧都有20萬出頭嘅，21、22啊。如果嗰啲保養差少少、低樓層嘅，都20萬出頭都可以揾得到。但呢間咧佢保養比較好，就27萬8啊，
除翻67個積，單價4000幾。你想平啲嘅都有，俾大家睇睇呢個朝向先啦。呢個朝向咧就麻麻地，西北嘅西北朝向。但如果大家想朝向好啲嘅東南嘅，或者係西南嘅都有，都可以揾我哋東同大家揾多幾圖導示，帶大家個現場睇睇都冇問題啊！呢間單位咧，我哋拍嘅視頻咧都係真實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過來現場睇睇啊！你所見皆所得啊！呢啲嘢都係包埋啊，同埋咧呢啲長面柱都係做咗嗰啲硅藻類嘅，大家去睇睇啊！過嚟呢邊嘅廚房咧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呢個咧，本來海北上交標係冇嘅，但業主裝嗰個消毒碗櫃啊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啊，同埋呢個位置咧，本來可以留翻嗰個雙開門嘅雪櫃，但業主擺咗個單開門嘅啫。業主有時候有過來住，入面有啲嘢啊，都可以睇得到呢啲掛盤啊，呢啲嘢都係業主有時過來嘅啊。好啦，呢邊咧就一個生活露台啦，呢個生活露台都係唔細嘅，業主擺咗嗰個萬和嘅熱水器，嗰啲燃氣錶都係裝好咗啊，燃氣錶都用咗冇幾度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好少住嘅，同埋呢邊安裝好嗰啲防盜網啊，大家可以睇到。好啦，呢邊咧先睇第一間房咯。呢間房咧主打咧就係俾佢女俾佢嗰個女嘅主角咧就粉紅色嘅。呢邊係佢嗰個女嘅圖片，大家就唔使睇啦啊，私人嘅。呢邊做咗一排嘅定勢櫃到頂嘅，同埋下面做咗嗰個榻米嘅床啊，呢個都係米二床啊，米二乘米五左右嘅床，大家可以睇得到。呢啲櫃咧都揾人定做嘅，大家睇得到上面嘅單啊，但上面保養都非常之唔錯啊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絡我哋過嚟現場睇。唯一一個缺點咧，就呢個戶型咧，開發商交標咧係做唔到乾濕分離嘅廁所，但有啲業主咧呢邊係重新換過嘅，就呢邊換咗個退現嘅，然之後做咗嗰個乾濕分離嘅廁所，有啲業主咁樣做嘅。上次一個業主做得唔錯，仲有啲業主咧呢埲牆直接打咗之後咧就係頭先嗰個生活露台，因為呢邊係帶咗個窗戶，呢邊出來咧係同嗰個生活露台直接理用起身，然之後咧嗰邊做咗嗰個廁所同埋嗰個沖涼房，呢邊做咗嗰個洗手台。就咁樣闊好多啦，都可以咁樣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到時咧我可以揾我哋帶大家過去嗰間業主參觀都冇問題啊！我上次有睇過啊，呢邊係主人房啊，大家可以睇睇主人房嘅位置都唔細啊。呢個房間咧都差唔多有14-15個平方左右。業主呢邊咧擺咗嗰個梳妝台。同埋擺個床咧1.8米乘2米嘅，同埋做個到頂嘅衣櫃、冷氣機單都安排好咗，同埋呢邊做咗個電視啊，大家可以望呢邊個床咧，你係望小區園林嘅啊，視野非常之開揚，同埋綠地窗啊，全部都工程非常之唔錯啊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都可以聯絡我哋過嚟睇樓。呢間單位咧，目前咧係27萬8，業主講咗啦。如果睇啱嘅價錢，到時我幫大家就傾一傾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單位價錢高嘅，就到時可以揾其他代理睇都冇問題。20萬出頭都有，但保養就唔係咁嘅，就差少少嘅啊。有啲客都講咗，如果呢個價錢咧都可以買沿海嗰邊嘅2房73、75嘅乾濕分離係都可以。嗰邊如果平嘅20幾萬、22、23、24萬幾都有，最主要睇個保養同埋朝向樓層嘅問題。但呢間咧目前三期海月灣嚟講咧都係屬於性價比高嘅，因為佢保養非常之唔錯，同埋要重新裝修。
陪住家私家電都唔錯啊，係咪？客廳呢啲冷氣機咧都係送翻俾你，都係隔離牌嘅。買過來呢個咧都最少係幾千蚊啦，七八千蚊，平嘅都係6000幾蚊，係咪？但係呢間單位咧目前27萬8，如果你俾個深成嘅首期咧，你等俾佢唔到深成啦，你俾7萬8咯。你借個20萬，我幫大家計一計啊，30年嚟計咧，一個月843蚊月供。但如果你資質好啲嘅，俾1.5成都冇問題，1.5成都係月供都係千零蚊啫，1000出頭。最主要睇你個資質啦。但如果你一次性嘅價錢，到時我都唔管你一次性按揭啦，到時我都係幫你睇啱咧，我幫你同業主傾價錢啦。呢個小區咧非常之方便，呢邊樓下咧就係三期交通中心啦，亞博局啊、街市啊，呢邊都有嘅。同埋咧小區咧有30幾班車直達關口嘅，票價係業主係22蚊，如果係唔係業主咧25蚊，一日30幾班車，最早咧5點50分，最夜嘅7點夜晚嘅7點鐘，考完翻嚟咧最遲9點鐘，非常之方便。整個小區有穿梭巴士1期到6期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呢度好多香港業主買喺呢度，都係非常之方便。食嘢啊、買嘢啊、買餸啊、交通出行啊，呢度環境啊，因為呢度冇工廠、冇污染，非常之方便。你如果啱啱好咧，你睇我 YouTube 上面呢個視頻咧，你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嗱聲聯絡我，上面兩個 QR code， 一個 WhatsApp 一個 WeChat， 可以聯絡我哋路關口嗰度接你過來現場睇樓都冇問題。或者你可以感受下，你想喺呢度先住一段時間租樓啊，或者想住一段時間睇睇合唔合適啊，你想過來睇睇環境都冇問題，都可以聯絡我哋東或者係美利過現場接你過嚟睇樓都冇問題啊。如果你睇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或者你唔啱嘅，可以睇我其他影片，有10零日單其他期1期2期3期其他期啊，圍公灣5期啊都有，大亞灣圍用都有，你可以過來聯絡我哋個現場睇睇都冇問題啊。今集嘅視頻就介紹到呢度，大家下集再見，拜拜。